今日同大家分享呢隻嘢真係要超級 hardcore fan 先會入手嘅。佢同狂派閃電一樣，有一模一樣嘅外觀，但係顏色唔同。當然佢亦都有佢嘅故事。今次開箱就同你分享佢嘅故事。喺 G1 第3季裏面，其中一集昆塔沙人出動咗坦克部隊，嗰啲其實都係閃電嘅同伴嚟嘅。佢哋嘅出現源自於昆塔沙星人喺勞役變形金剛期間創造出咗唔可以變形嘅過載，從而喺宇宙之中獲取到更多嘅利益。不過由於製作過載嘅成本實在非常之高啊，加上佢只係一部無人機，喺冇 AllSpark 嘅情況之下，需要採用極大量嘅能源嚟推動呢一部機械人嘅運作，所以佢嘅名亦都叫 Overcharges 過載。接下落嚟要講嘅情節都係嚟自漫畫嘅。喺一次嘅行動裏面，其中一部過載突然間甦醒咗，仲得到 AllSpark 嘅力量，得到一個自我意識，並且進化成為咗變形金剛。及後呢部過載加入咗狂派，所以刺上咗狂派 logo， 亦都改變自己嘅顏色嚟表示自己同其他無人機係唔同嘅。所以喺當年嘅漫畫裏面會見到以上呢一幕，都睇到大家一頭霧水啊！嗱，閃電同埋過載出身咧，嚟到呢度就完結啦。講翻玩具本身嘅設定啦，其實佢係嚟自德艾窮嘅設定機體之一。而 G1 玩具當年咧係以 eHobby 限定之名發售，係非常之咁罕有噶。所以我話咧，呢個版本嘅閃電係 hardcore fan 必入嘅作品嚟噶。嗱，玩具喺戰機表現方面咧，致敬咗卡通裡面嘅造型。作為粉絲嘅我咯，喜聞樂見啦，亦都樂於去收藏呢一個帽。至於近年我哋下下都講求細節上嘅設定咯，官方啊亦都有喺戰機上面加咗唔少細節上嘅刻畫，豐富嘅線條之餘呢，亦都大大提升咗個觀賞感，非常之靚啊！嗱，唔知點解官方亦都冇解釋。而且大家仲以為之後會有啲咩合體後續嘅大手，兼如果收落喺底部呢，就會令到個飛機唔平啦，所以或者考慮到放喺大手上面啦，不過就冇咁好睇啦。而官方設計嘅閃電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優勢存在，只要你由機器人開始去變形嘅話，無論你變成戰機先，又或者坦克車先都得，接下落嚟嗰個變形你已經係完成咗一大半。開箱嘅時候，我不時都話㗎，好玩嘅變形玩具一定要夠爽快。至於極致還原嗰啲咯，一定有唔少瑣碎又繁複嘅步驟存在，會令人拎喺手上面反覆咁玩，一定係流暢，冇其他特別原因。等於可動人咁一樣，賣點係可動啊嘛。如果佢個可動係弱嘅話，就只能夠施展展示睇下就好啦，根本就冇玩嘅樂趣。嗰啲就唔能夠稱之為玩具啦。玩具係負責提供樂趣噶嘛。嗱，吹咗陣水，講咗一陣呢，已經差唔多變完啦。呢部分我極之欣賞。一般你會諗到用伸縮設計，但係呢度居然用一個反轉出嚟變長嘅設計，極之聰明啊！咁樣做，除咗免除咗伸縮時造成卡頓嘅機會呢，亦都同時間保留咗調節角度嘅功能。坦克正前方下面有戰機駕駛室。同 G1 卡通同埋玩具一樣，又還原又致敬，唯獨係外露咗戰機噴射器，感覺咧都唔太突兀嘅，都可以接受啦。而嗰對好神奇嘅大手喺呢度就可以變成火箭發射器。睇到呢啲重戰車又有住咁豐富武器咧，就係醒神啦。單純以軍事武器嚟講，呢個塗裝仲非常配合添。佢未曾喺動畫裏面出現過，而佢亦都係閃電嘅前身，亦都係無人機，超硬核粉，一定至少買5個啊！今日開箱嚟到呢度啦，訂閱讚好留言分享，俾更多同學知道你每個禮拜都睇緊好嘢啦！多謝你支持，下次見。